相信大家都有睇我翻嚟嗰條片啊，未睇可以喺呢度睇咗先。咁呢，早知就唔好咁興奮啦。拍完卷之後，我先知道自己啲成績係咁差噶。咁今次呈分試3咧，即係最後一次呈分試，我就考咗10日，即係1個多禮拜左右啦。咁我仲以為好容易，因為我做得好快，而且我覺得係簡單嘅。點知中文84，數學90，常識呢個好啲97。不過仲爭英文未派，而且我啲英文能力唔係幾好。ABCDEFG，有樣俾你睇就知有幾唔好啦。所以我而家仲好擔心，我英文會攞幾多分呢？會攞70分、80分、90分？嗱，呢個就冇乜可能噶啦，其實 OK。由於今次係最後一次呈分試，所以咧呢個真係好關鍵，可以俾我哋最後一次拉一拉嘅成績。所以咧有一啲可能之前呈1、呈2嘅學生咧，如果係佢哋嘅成績渣嘅話，今次佢哋會衝翻上嚟，所以咧都有機會咧令我哋呢啲精英班嘅學生退步啊。講真啦，我都唔諗住 FF 太多噶啦，我又唔求啲乜嘢100分嗰啲，順利考到一間中學就得噶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